1991年2月17日，全国头一台气垫交通船对屏东县东港出发，开往小琉球。这艘气垫船底充满了气，利用螺旋桨推动器运转之后，冲进沙滩入海，航向目的地。这艘造价1亿多元的气垫船，最高时速可达50海里，东港到小琉球只要15分钟。原来行驶的传统客船，从东港到小琉球约50分钟。1992年2月17日，国防部头一摆公开第一份国防报告书。透过国防报告书的公布，让大家明白知道国防的情况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这本又被称为是国防白皮书的民国81年国防报告书，内容共有军事情势、国防政策、国防资源等5篇，详细介绍了国军现有的兵力装备和未来建军备战的目标。不过，对于包括武器采购在内的敏感话题，在保密的要求下，报告书中还是有所保留。